2025年11月30日，將臨期第一主日。耶穌基督的聖靈，願他仁愛的聖靈來堅固你的心靈，來堅固你的心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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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準備好進入將臨期未啊？將臨期係教會年曆嘅新年，呢個唔係一個聖誕倒數嘅狂歡，而係一個相對靜默、安靜、等候嘅靈性準備，目的聚焦喺等候基督嘅降臨，醒悟自己嘅生命，同埋盼望基督嘅再來。歡迎大家參與呢個屬靈嘅旅程。我哋可以點樣準備呢？首先，請你安排一個固定嘅時間同埋地點進行每日嘅屬靈操練。呢個係一個屬靈嘅約會。然後請你準備一本筆記簿去做屬靈札記。呢個係記錄我哋屬靈旅程嘅工具。藉住書寫記錄嘅過程，讓我哋察覺同埋整理腦裏面嘅思考、心中嘅意念同埋觸覺，好叫我哋嘅領受唔只係零碎嘅感動片段。當我哋將每日同主相遇嘅點滴記錄落嚟嘅時候，就能夠定時回顧，幫助我哋發現上帝喺我哋生命裏面嘅工作，對我哋嘅旨意，亦深化我哋同上帝嘅關係。喺今年，我哋會繼續用呼吸式祈禱嚟到進行將臨期嘅屬靈操練。今日我哋先嚟認識或者溫習一下乜嘢係呼吸式祈禱。呼吸式祈禱係體驗上主臨在嘅一個古老方法，佢係一個有效嘅途徑，幫助我哋持續咁樣意識上主嘅同在，並且不斷嘅向佢敞開。呼吸式祈禱嘅禱詞嚟自傳統、聖經、讚美詩等等。我哋用嘴唇重複呢啲嘅短句，將佢哋記喺心入邊，然後輕聲細語咁樣誦念佢哋。大家可以跟住指引去進行一次呼吸式祈禱。首先，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坐姿，最好係雙腳能夠平放喺地上，讓椅背承托你嘅腰部，雙手平放喺大髀上面，合埋雙眼，提醒自己，上主愛你，上主愛你，感受上主嘅愛臨在喺呢一刻，你係被上主所愛嘅。想像主喺度呼喚你嘅名字，
佢叫喚你嘅名字，並且問你有乜嘢需要，用嚟自你心靈深處嘅意念去回應。你能夠捕捉到剛才喺你嘅心深處對主嘅提問一個最簡單直接嘅回應嗎？請記得呢個問題係向你發出嘅，唔係呢個世界需要啲乜嘢，而係你要啲乜嘢。你嘅回應可能係一個字詞，例如平安、愛、寬恕等等。你嘅回應亦都可能係一句簡短嘅句子，例如我要感受你嘅寬恕，或者我要明白你嘅慈愛。你嘅回應係啲乜嘢呢？選擇你所喜愛對上主嘅稱呼或者意象，例如上帝、主耶穌、聖靈、光、我嘅牧者等等。將剛才對上主嘅稱呼同埋你對上主所作嘅回應連埋一齊，成為你嘅禱詞。例如聖靈賜我平安，又或者主耶穌愛我。用自然嘅韻律重複輕聲誦念呢個簡短嘅禱詞幾分鐘，並且將佢記喺心裏面。如果喺呢個過程裏面，你腦海或者心裏面浮起一啲唔同嘅思緒，你只要再一次重複呢個嘅禱詞。邀請你而家開始用呢個禱詞嚟到祈禱，直到你聽到提示嘅鐘聲。你喺剛才嘅禱告當中有乜嘢嘅感受同埋體會呢？請簡單記錄落嚟。